Zero Ten 係今年香港巴塞爾藝術展特別矚目嘅新項目。今次係第一次嚟到亞洲，目的係提高對數碼藝術嘅認識，推動買賣市場。策展人 Eddie Simon 精選咗14間數碼藝廊參與，特別着重佢哋嘅視覺吸引度啦，同觀眾嘅互動性以及收藏價值。場面好熱鬧啊！氣氛充滿對新藝術模式嘅期待。等我哋一齊回顧一下。呢間畫廊請嚟2隻機械臂表演水墨創作，佢哋落筆啦，一啲都唔怯場。機械臂係透過腦電波頭盔同埋生物感測器，捕捉藝術家嘅注意力同手勢。咁啱藝術家鍾素君唔在場，如果唔係就可以即時睇到呢一個人機協作嘅水墨創作表演啊！呢啲係韓國數碼藝術家 DK 嘅作品。佢係當今 NFT 界別最人氣同暢銷嘅藝術家之一。呢啲復古風嘅遊戲機公仔，外表好稚氣，但係佢哋內心成熟，情感豐富。簡約嘅線條捕捉咗淡淡嘅喜怒哀樂，令到我哋好有共鳴啊！喺數碼嘅藝術世界，大部分以男性為主導。今次終於揾到代表女性聲音嘅作品啊！日本藝術家草野繪美展出咗結合雕塑、影像同平面創作嘅裝置。聽下佢自己嘅介紹啊！ Hi, my name is Emi Kusano. I'm from Tokyo, Japan, multidisciplinary artist. So here in 010, my work is called Ornament Survival. So this is a magical compact, like where Sailor Moon or like any other transformation heroine transform, but instead kind of like a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version. So we are constantly swayed by algorithm. Our desire, our gesture, our emotions are constantly optimized into data and consumed to the data. That's something I want to explain, and I created this sculpture with a 100 years old Japanese factory, local factory. Amy 以自身嘅形象訓練生成式 AI， 又用 clone 嘅方式複製女性形象，用以反映數碼世界中女性不斷咁迎合其他人而出現嘅身份焦慮。I made a custom model, and this custom model combined together. So my AI role playing the archetype of the girl's aspiration. Yeah, and this is a video work of the ornament survival. 好快行到嚟呢一個畫廊，4.5米高嘅 Lily 雕像，原來係藝術家葉錦添創作嘅 IP。一個穿越時空嘅東方少女，將生成式 AI 藝術同傳統雕塑擺埋一齊，呢個策略好有諗頭喎。Crayola 嘅海浪風景都好吸睛喎。透過專屬嘅演算法，呢位意大利藝術家將英國一條風暴影片轉化為上位向量化嘅波浪形態，係向英國風景畫家 Turner 致敬嘅作品。喺呢個畫廊，當觀眾睇返自己喺屏幕中嘅影像，都好似特別有 feel。Auto 鏡像系列以攝影機捕捉參觀者嘅情緒同表情，實時生成超現實嘅數位影像。透
過演算法將面孔轉化到大熒幕上，觀眾嘅表情會不斷被疊加、扭曲、變形，並直接影響最終嘅生成效果，呈現出混亂又迷人嘅崩潰美學。據講，現場創作嘅20條影片已經獲得全部認購。藝術家 Jack Butcher 展示咗2件實體作品，一件講工作，一件講運氣，合起嚟就係數碼經濟裏邊嘅價值生成方式。勞動嘅人手最終轉為像素化嘅手型，而運氣呢，就化成為6粒色仔，暗示成功背後有結構同分配。最有趣係藝術家故意將網絡嘅交換變返實體交流，而喺網上嘅社交平台又變返面對面傾偈，真係過癮啊！呢啲搶眼嘅金魚，實質上都係人機協作嘅成品。藝術家 Kevin Abosch 用 AI 合成魚類景觀，挑戰真實性嘅定義。AI 唔再係工具，而係共同塑造想像力嘅合作者。喺試驗場作品入面，每張圖像都邀請觀眾加入想像。呢個係街頭藝術家 Thank You X 嘅作品，由即時演算法產生嘅動態 LED 數碼影像，鑲嵌喺手繪嘅抽象油畫入邊，將傳統作品同數碼作品夾埋一齊。喺呢度睇到嘅作品係 Robert Ellis 嘅印章，佢邀請藏家生成一組源自易經64卦嘅加密指紋，對應翻16進制代碼，連結中國文人傳統嘅書畫提拔，蓋印文化同數位認證協議。相信欣賞現代主義繪畫風格嘅你， Harvey Rayner 嘅演算法聯覺系列必定會令你讚好。呢啲電腦生成嘅作品好有筆觸、層次同質感，同人手畫嘅畫好相似。買家仲可以一鍵生成，創造自己嘅作品，將資金存入託管錢包，開始建立自己嘅數碼收藏。呢件呈現拋物線視覺嘅數位屏幕作品，出自藝術家 Kim Eisendorf 嘅生成藝術創作。特色係使用像素排序演算法建構畫面，而唔係使用 AI。畫面嘅規律同埋和諧感，令人覺得好沉浸。Claire Silver 呢個作品真係夠晒啟發性，因為佢問緊嗰個係最核心嘅問題。就係 AI 究竟識唔識得感受？名為 Mary 嘅 AI 站立喺懸崖之上觀察呢一個世界，但係佢可唔可以寫出自己嘅心聲、自己嘅日記呢？另一位藝術家 Jonas Lund 亦用諷刺嘅手法，引發觀眾反思人工智能嘅存在同角色。面前呢對男女喺度談情說愛，但其實係 AI 生成嘅場景，背後係由一啲實時優化嘅 KPI 指標所監控，令人反思 AI 嘅介入同操控。睇完展覽之後總結一下，香港巴塞爾藝術展新增設嘅 Zero Ten， 接觸到傳統藝術嘅藏家。呢一步睇嚟相當成功，令更多人認識到 Web 3.0、區塊鏈同生成式藝術。咁你又點睇呢？歡迎點讚、留言、分享你嘅睇法。